Bianca 講起香港世一，你會諗起咩啊？維港夜景、菠蘿油同埋港式奶茶，唉，諗起都有啲肚餓添啊！嚟緊咧，你就要記到一樣新嘢啦，想唔想知係啲咩咧？噔噔噔，就係我哋身後邊呢一條嘅世一天橋啦。呢條精心打造嘅環形天橋位於粉嶺龍躍頭交匯處，今年4月份正式落成，係北部都會區首個落成嘅大型交通基建。環形天橋有4條連接臂，最強跨度36米，採用 S960超高強度鋼材，係全球第一次應用喺行人天橋上。S960除咗比傳統嘅鋼材強度高出3倍外，減低咗橋身嘅重量，令到橋嘅結構更輕巧，節省建築成本，仲大幅減少咗碳排放，十分之環保啊！天橋跨越咗龍躍頭交匯處，連接咗粉嶺北新發展區同埋單車徑，仲連接咗附近嘅民生設施，鄰近鳳凰嶺村等嘅新屋村，居民行路或者踩單車去市中心都方便得多啊！今集咧我哋就講住咁多先啦，下集我哋就會講下天橋嘅建造過程，仲有打卡位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